好，今日又有樓睇啦！呢個單位位於旺角嘅，一入屋見到特長大廳啊，哇，好正咁喎！咁呢邊咧做咗開放式廚房嘅，雪櫃、洗衣機、爐頭喺晒度，齊晒件啦。咁啊，飯台呢度啦，客廳就呢度啦，特大客廳。咁我哋再入去睇下先，呢邊有個凹位咧，可以放儲物櫃嘅，增加儲物空間。咁啊，第一間房都好大喎，可以三邊臥床喎。佢而家擺咗衣櫃喺度。咁睇下個下廁，乾濕分離係緊㗎啦。淋浴間都幾大，睇下間主人房，哇，正啊！浴室係點樣嘅呢？哇，做咗雙洗手盆喎。咁啊，呢邊浴缸都幾大啊。咁我哋睇下露台嘅景觀係乜嘢先。好耐先到啊！哇，都好開揚喎！呢邊咦，獅子山景喎有，正啊！呢邊望返何文田嗰邊嘅，咁啊坐向東，咁每個早上咧都有陽光曬入屋㗎，非常朝氣勃勃。咁啊介紹返啦，呢個鋪叫麥花臣匯，樓齡14年，2012年入伙。最高樓層係30樓，合共有107個單位，單位面積係688尺，2房2廁，其實係幾奢侈嘅，因為一般688尺可以做到3房2廁。交通方面咧，步行4分鐘咧就到旺角地鐵站，步行6分鐘咧就到旺角東地鐵站。細細聲講俾你知啊，唔好話俾人知喎，業主等錢使，呢間急走啊！呢度係麥花臣匯，有興趣話知啊，帶你去睇。